粵語有本字，彪哥話你知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好坑，佢係咁樣寫嘅。個坑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QING 可以揾到呢個字喺左傳熙公22年裏邊有出現。原句係坑敵之人嗌而不烈，天讚我也。意思就係講啊，喺春秋時期，宋國同埋楚國之間就打咗一場渾水之戰。咁當時楚國兵力係比宋國要強嘅，但係咧，楚軍係要過河先能夠打到宋軍。咁就喺楚軍過河嘅時候啊，宋國嘅軍師穆儀就同宋襄公講出啱先嗰番話啦。坑敵之人就即係強勁嘅敵人，嗌而不烈就係喺呢個好狹窄嘅地形之下展唔開隊列啊。而天讚我也就係天助我哋嘅好機會啊，可以趁勢消滅佢。所以咧，坑原意係指強勁嘅，初時係指人嘅，後來更加多係指口感噶。譬如話呢支酒啊好坑啊，你哋學到未呢？關注點讚啊！